再係咁樣搞落去，啲賣晒廣告嘅補習天王會好樣衰。佢哋拍晒片或者貼中題目，咁我呢條影片算係乜嘢？去到第2日啦，我哋繼續瘋狂貼中題目。嚟緊嘅第3、第4、第5日，我哋唔中嘅機會係0啊！第1日開考，我哋完全貼中咗張家朗；第2日開考，我哋筆記完全貼中咗深圳旅遊。大家熒光幕望到呢份筆記係大有來頭嘅，呢份筆記係上年女拔 Katie 背熟晒之後攞到作文5星星，全港最頂尖嘅筆記。我哋今年學生背熟晒 Katie 篇文章，入到去考場發現今年 speaking 嘅題目係點對點同 Katie 上年5星星嘅作文完全係一模一樣嘅。我哋即刻去片。熒光幕係今年考試條題目嘅重點嚟㗎。第一點個背景係深圳越嚟越多人去啦，可唔可以講啲現象出嚟，證明俾考官知道你有關心社會時事，有睇報紙嘅呢？我係寫咗深圳啦，跟住我係話開頭點解我會揀拍呢條片呢？就係因為我見到 Easter 有多過200萬嘅香港人去咗深圳啦，咁所以我就想研究下點解嗰啲香港人會選擇上深圳去 consume 而唔係留喺香港。5星星文章入邊嘅第2、第3點，點解深圳咁多人去？點解香港人咁中意去深圳玩乜嘢呢？都好想知深圳有啲乜嘢推銷方法，令到咁多香港人肯去上去啦。話首先去咗海底撈食嘢先，跟住就話嗰度唔單止好平啊 ，service 好好啊，跟住仲話佢哋喺度跳科目3咁樣啦，跟住就話之後就去咗玩中文 Happy Centre， 跟住又話去唱 K 啊，跟住玩射箭啊，玩嗰個Go kart， 跟住同埋仲有話我爹哋因為佢係個 teacher 啦，咁佢嗰個腰酸骨痛啦，成日到咁去 massage 嘅時候，佢就話唔單止好平啊，而且好 service 好好啊，又係咯，總之好過香港啦。我哋睇下第3點啊，究竟香港嘅商人做錯乜嘢？有咩改善地方可以吸引翻香港人留港消費？即係我係話我去咗澳洲牛奶公司啦，跟住就話佢啲 service 好差啊，即係我背翻之前Gloria 嗰篇文，同埋即係唔好 discriminate 人無論係香港人啊定係mainland people 都好，你都放低嗰種仇恨啦，跟住你就可以將香港變成一個俾多啲 love and compassion 啦，咁就可以令香港呢個 city to shine again 咁樣。跟住係咯，大概就咁樣寫啦，所以我希望可以攞到好成績啦，同埋都好多謝你同埋 Tasha 一直以嚟咁俾心機教我哋。去到呢度，大家終於明白晒啦，點解我哋可以教出全港第1滿分嘅學生？方法好簡單，我哋用一篇上年通過考評局攞到5星星嘅文章，嚟自女拔 Katie 嘅文章，叫今年學生考 speaking 之前背到滾瓜爛熟。因為我哋教開全港第1學生，我哋清楚知道有咩資訊好容易俾考評局翻炒再出。如果一出嘅話，咁我哋學生發達啦，只需要背誦翻喺上堂我哋派嘅5星星真跡，臨場一噏，同上年翻版一樣。上年 speaking 滿分，今年繼續 speaking， 我哋好有可能繼續攞翻滿分。因為我係真正教出全港第1嘅補習老師，所以琴日先至考完，我今日已經可以向你清楚展示點樣貼中，點解貼中，幾時貼中，貼中嘅資料係嚟自邊度。就以今日呢一條題目為例，入邊有4個細節，我哋作為補習老師係必須要預判晒每一個細節，而叫學生背定晒相關資料去回應翻呢4個細節，每一個細節都盡善盡美，你先至會冇對手，變成全港第1。我哋可以輕易交出咁精細嘅證據，但係反觀翻而家個補習天王，考完個 speaking 就話自己貼中咗啦。是但拍一條1分鐘嘅影片，條影片通常係口號性、短暫性、泡沫性噶。一去到放榜，我哋1000人有45個5星星，你個補習老師1000人得3個5星星。我見過最叻嘅教1000人，都係得20幾個5星星，少我哋足足1倍。我哋熒光幕8個人入邊都有3個5星星，當中2個仲要係全港第1、全港第3。我能夠交出以上嘅證據，你終於明白到我哋係補習界最高級別第9級，教1000人有45個5星星。而你個賣晒廣告補習老師係補習界嘅最低級，教1000人都冇5個5星星。當你個補習老師係全港最頂級，教1000人有45個5星星，輕易貼中題目，
你攞到5星星，攞到5格，根本就係近在咫尺。問題係你有冇睇過我哋網上宣傳影片，識得選擇我作為你嘅補習老師呢？嚟緊仲有卷1、卷2、卷3，來者可追。當你發現你嘅補習天王所謂貼中嘅影片都係呃神騙鬼嘅話，盡快報讀我哋嘅貼卷課程。我上年 native speaker 嘅師姐叫我報英文，因為佢發現佢自己冇報英文之後冇咗2粒星，所以佢同我講報英文好重要，因為你可以學到好多唔同嘅 skills 係自己學唔到嘅。